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撒迦利亚书11章第1节到17节，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经得起考验。约伯被撒旦试探，是因为撒旦认为呢，他一定胜不过这个考验的，因此呢，上帝就允许撒旦来考验约伯。我们说呢，牧羊人呢有2支杖，一支是保护拯救的杖，另外一个呢是管理、管教、引导的杖。是的，我们都需要上帝，我们的牧者的管教以及引导。今天的经文，撒迦利亚书11章第1节到17节，先知书里也是提到了牧羊人手中的2支木杖，一支是恩惠，另外一支是联合。经文提到了以色列的问题，说黎巴嫩打开你的门户吧，好使火烧尽你的香柏树，松树嚎啕吧，香柏树倒了，壮丽的树木都被砍伐了，巴山的橡树痛哭吧，茂密的森林被摧毁了。听听统治者的嚎哭吧，因为他们的光荣消逝了。听听狮子的咆哮吧，因为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对我说，你去做一群将被宰杀之羊的牧人，羊的主人杀了他们而未受惩罚。他们贩卖羊肉，却说赞美上主，我们有钱了，连自己的牧人都不可怜悯他们。上主说，我不再怜悯这地的人，我要亲自把他们交在统治者的手中，这些统治者要蹂躏这地。我不解救这脱离他们的奴隶，买卖羊群的那些人雇用了我成了那群将被宰杀之羊的牧人。我拿了2根木杖，一根叫恩惠，一根叫合一。这样我开始放牧羊群，我厌烦其他3个恨我的牧羊人。于是我1个月之内把他们都除掉了。我对羊群说，我不再做你们的牧人了，让该死的死吧，该毁灭的就毁灭吧，剩下的会互相残杀。然后我把那一根叫恩惠的杖折断，废掉了上主与万国所立的约。当天那约就废除了。那些买卖羊群的人注视着我，他们知道这就是上主的信息。我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愿意就把工资给我，不愿意就留着。于是他们付给我30块银子做工资。上主对我说，把这些钱放进圣殿的银库。于是我把这30块银子，就是他们认为我应该得的一笔可观的数目，放进圣殿的银库。然后我把第2根叫合一的杖折断了，破坏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统一。上主对我说，你再一次去做牧人吧，这次是坏牧人。我雇用1个牧人，要他看管我的羊群，但他不帮助那一些受惊吓的，不寻找迷失的，不医治受伤的，也不喂养还存活的。相反的，他吃掉最肥美的羊，撕裂了他们的蹄。那丢弃羊群的坏牧人惨了。战争要彻底消灭他的势力，他的手臂将要萎缩，他的右眼完全失明。使徒彼得在劝勉基督徒的书信当中也提到了初代教会基督徒
他们因为相信而得到了大的能力，并且呢，因为这样的能力呢，能够在忍受种种的试炼而来得胜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经文这样说道：我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我写信给上帝所选召的子民，就是那一些因为避难散居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破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各地的信徒们。你们蒙选召是按照父上帝预定的旨意，是借着圣灵而成的圣洁的。我要顺服耶稣基督，并且受他的血洁净。愿上帝丰丰富富的赐恩典平安给你们。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由于他无限的仁慈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，来承受上帝为他的子民保留在天上的福泽。这福泽是不败坏、不污损、不衰残的，要给你们这些因为上帝而蒙他大能保守的人，好使你们获得那已经预备好，将在历史的终点实现的拯救。因此你们要喜乐，虽然现在因种种的试炼，或许必须暂时受苦，这种经验并非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，甚至那能够毁坏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。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，更必须要接受考验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、光荣和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经过他，却爱他；虽然现在看不见他，却信他。你们有言语所不能表达的那无限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正是领受信心的效果，这是你们心灵的得救。诗篇46篇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因此纵使大地震动，高山崩塌，坠入大洋，纵使怒涛澎湃，群山震撼，我们也不惊惶。有一道河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，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上帝住在那城，城绝不会倾覆。天一亮，上帝的拯救就要临到，列国站立，万邦震动。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都溶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来吧，来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。他平息世界的战乱，他则攻断枪，用火烧毁盾牌。他说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，我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受敬奉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恳求慈爱的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无论遇到任何的境况都能够胜过，让我们的信仰经得起考验，来荣耀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